观众朋友，今日我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阿明哥刘浩明。其实天界等几多关于冲太事情的时间，譬如讲铁通啦，无论讲交通事情的时间，我哋都发现到讲，我哋有一个铁种搜救梯队的人去现场救人，但是铁种搜救梯队都是很有嘅一个组织喏，也工作内容係乜嘅喏。我哋今日有請到係我哋屏東縣消防隊。好，我哋呢消防局鐵種速度梯隊分隊長文松木來到我哋現場，而家我哋分享講，而家工作內容係乜嘅，我哋馬上歡迎佢來到現場。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喺屏東從事嘅文松木。像文松木，你即個係做見到都分隊長啦嘛？嗬。當初你怎麼會想要去參加我哋呢速救梯隊呢？當初也是。從花蓮調來屏東之後，經由同學的介紹，那才輾轉加入這個特搜大隊。那當然是因為他的工作的特殊性還有多樣化，對比較喜歡有點刺激性、變化性的我就覺得，這或許是一個我可以就是去勝任或者是去挑戰的地方。有部分我想要請問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你這個係咪本地嘅國性如果好呢冒險犯難啊？你有冇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你這個以前係譬如講特殊嘅工廠啦，做乜個行業嘅消防隊也有一條路呢？當初是會進入這個警察學校，是因為高中的時候教官有就是看我可能每天就比較好動，他就覺得或許這個工作又蠻適合我的，他就推薦我去考。那當然那個時候可能就考了之後也就考上了。那考上之後進去就發現，他的工作性質確實就是充滿了多變化啊。小時候自己也很皮啦，我常常會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對啊，以前有時候有曾經就想說，看狗好像都跳蠻高的，那我就把狗這樣子一個人小小隻的把它抱到2樓，然後就把狗這樣子想說，把它推下去，然後看看它會不會怎麼樣這樣子。那當然下面有一個沙堆啦，就哪知道那一次沒有推好，就是我自己就跳下去了，然後那一次就送到醫院去了。對啊，所以小時候就喜歡爬樹啊，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消防工作相對的對我來講，就是感覺就好像更符合自己童年那時候的心態的感覺。問題嘅時間，其實考嘅警察太好嘅時間啦，其實嘛可以選擇做警察的呀。好，因為消防組是消防組嘛，其實你唔會選擇做警察，還是選擇做消防咯？應該其實那時候的小朋友其實都蠻害怕警察的啦，就對警察其實是就覺得很像就是有點不是很喜歡。因為以前可能就沒有戴安全帽，看到警察就會想要閃啊，還是闖紅燈就會被警察攔下來啊。所以對警察的感覺就沒有那麼的平易近人。那當然就是消防的工作就是第一個我們覺得感覺是可以去幫助到更多的人，那可以讓自己的體格變好啦，甚至說讓自己以後不只可以救別人，還可以甚至有機會大家甚至還可以救到自己的家人，甚至自己的親友。所以都演變人哋都行動人哋消防嘅啲部門啦。但是同多人講，一開始時間係咪分派到花蓮去啊？嘿，嘅花蓮咪係消防隊咩？在花蓮的時候是一般的消防隊啦。那因為那個時候也沒有所謂的特種搜救隊。那因為在花蓮的時間大概也待了7、8年。那時候因為自己也結婚生起來，也生第2胎了。那因為每個月回來的時間太短了，1個月可能只有回來屏東1次而已。那當然聚少離多，還是會覺得還是應該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啦。那畢竟爸爸媽媽也在屏東，那也有考量說以後如果爸爸媽媽如果年紀大了需要人家照顧還是怎麼樣的話，還是可以就近的是最好。嗰度其實可能對我哋咧花蓮都歸到我哋啲屏東嘛嗬。嗰種我想問下因為佢伊咪等於講，你幾時咧係消防隊嘛？咁後來很用嘅人可以去變成我哋咧特殊搜救嘅人員咯。從花蓮到屏東之後，然後再進入特搜大隊，主要是因為我的高中同學，那他現在本身就在特搜大隊裡面。
那因为他的介绍、他的推荐，那再来经由那时候的长官啊一些考核啊，然后面试啊，然后当然就因为这样子，然后所以就进入到了特搜大队里面去，是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子。因为可能一般来讲啊，可能他要提供，譬如讲一般的消防队，吼，也要工作内容，他有如果我哋咧打火啦，吼，消防啦，我哋救护啦，吼，还有我哋咧我哋负责预防的部分。咁特殊大队呢，伊即个嘅工作内容係乜嘢？主要就是国际人道的救援，就是一些地震灾害啦、水灾啦，那甚至山难啦。那还有建筑物倒塌，还有一些特殊的交通事故的灾害，那都是我们在训练的范围里面。那所以我们整个厅舍里面的设施其实有包含这些项目，包含直升机啦、火车训练场啦、深水的救援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绳索救助的那些场景，原则上都是包含在这里面，也就是我们一般特搜大队所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迄唔係講係律師度嚟分析，係講，唔係意思都講唔能同一般嘅消防嘅區別都講，唔能嗰種過衝太嘅嗰種事故，吼，譬如講冇個倒下來啦，冇得嗰種過衝太嘅嗰種過嚴重嘅事故，一般人亦唔係嘅，吼，如到時如果派人嚟去救人都錯嘅，錯。係咪體育嘅伊啲分配都係咁樣？對對。一般嘅嗰種，譬如民間火災啦、梯樓火災啦，如果我哋一般嘅消防隊去，但是嗰種會衝太嘅事故，嚇，無如講梯樓彎下來，譬如我哋台灣會梯筒嘛，佢就梯樓彎下來啦，嚇，無如講水災啦，基部分都用我哋咧，我哋咧特搜人員去救災嘅部分。原則上。地震的话，当然就一定是属于我们。那平常的话，如果一些比较重大的火警，就是可能里面有很多人命的受困啊，还是说不明的状况，原则上我们特搜大队也是会前往支援。只是有时候，火警的部分，它因为发生的比较快，所以有些比较远的地方，其实叫我们去支援的话，其实也是会有时间上的落差。所以上我们目前火警跟救护会支援，大概就只有屏东以北这个部分是比较长的。從我哋一般講，譬如講我哋嘅普悠瑪事件，嚇，我哋提供也是我哋台灣也見人哋過衝太嘅交通事故，衝太嘅事故一種我哋救災嘅範圍嘅話，係唔定還是一般嘅嗰種警察嘅到冇得消防嘅部分啊？这个交通事故原則上只要有人命受傷的部分，原則上就會是屬於消防的部分。那因為它又屬於特殊災害，並不是很容易就發生，或者說很常發生的事情。那原則上也就是我們會特搜大隊會去支援的。那所以它這次普悠瑪事件，除了自己轄區的消防隊去以外，其實各位也看到很多那種台北市啊、新北市啊。还有甚至基隆，他们都有前往去支援。那他们出去的那些人，原则上也就是属于他们县市自己的特种搜救人员。嗰度等於你講，你看，唔等你面臨的情形係伊啲過嚴條，冇你講過特別的情形嚇。嗰種平常講，唔能平常嘅訓練，嘛應該同一條平常人嘅訓練冇同同樣。種好多人講就要嗰種乜直升機啦嚇，嗰種火柴啦。所以一般嚟講，愛你去做一啲珍貴嘅特殊救援的人才嘅話，而要有乜嘅執照冇得講，要經過乜嘅訓練。好，那因為既然是特種的災害，那特種搜救人員，那平常我們除了一般的火災搶救的訓練啊，還有一些緊急救護的訓練啊，我們還會做一些類似地震倒塌樓板的一些破壞啦、切割啦。那你說成員裡面的適時心態，除了當然基本的體能力，還有對一些高度的恐懼啊，還有局限空間的那種恐懼感的抗壓性，也要比別人還要來得強。如果今天你到了一個地震倒塌，你有幽閉恐懼症，那原則上這件任務對你來講會真的是會有點特殊的困難。咁你話，因為人頭都講，唔但係嗰度係消防
队去推荐一批的嘛吼，等于讲唔要考试一批的嘛。佮有人讲，一批以后去训练，发现真是没办法，结果又推出来嘛。目前经过我们这样子筛选下来，比较少说会有进去说不适合的，因为其实我们筛选的人不是单纯只有看他的外表啦，还是体型，这些人都是从平常我们消防局里面在训练的时候，那他有来做一些测验啊，一些训练，那甚至我们就会默默的观察他，他的一些做的一些动作啦，甚至说他的态度啦，甚至他的技能，是不是？确实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那我们就从那边挑，所以，失败率也会比较低，失败率也会比较低。等于讲，你一般的时候，如果开始我同下的一般的消防队员里边去请讲，可能符合唔的唔的体质，好唔的你需求的人员，然后再去推荐下的人来训练下来。咁按落嚟讲法，今日讲体重搜救态度的话，伊喺历属哪一单位啊？目前我们屏东特搜大队就隶属于屏东县政府消防局下面，那也当然就是属于屏东县政府，我们是一个县市的特搜大队。可是伊唔係講哪一份隊嘅特殊特殊救援梯隊，伊喺我哋咧消防局嘅，伊的本消防局嚟講咧，伊的組織啦哈。對，它是屬於消防局下面的一個組織。對對對。咁我哋而家講，譬如講我哋嗰度講搜救犬啊，咁我哋屏東也有搜救犬。有，屏東有搜救犬。屏東從921大地震之後就開始有在培育搜救犬，那在全國也算是前面數一數二開始培育搜救犬的部分。咁入面嚟講搜救犬呢一部分嗬，從頭我聽人哋佢重睇一啲事件入邊發揮入嘅功能。佢從我嚟講，從人嘅態度應該有多少人啊？目前我們特搜大隊的編制人員大概是13個人。咁你哋搜救犬有多少呀？我們搜救犬目前有6隻，對，目前有6隻。可是平常嘅時間，嗰種有重大事情嘅時候，我聽到人出去這場任務出嚟啦。對，那如果有任務，我們就會原則上派2隻。那6隻裡面當然有一些是培訓中的啦，還有培訓完成的啦，甚至還有就是已經年老待退的，對，準備要退休，只是讓他在那邊安養中年的樣子。嗰時其實我哋呢特殊搜救梯隊而家做嘅事情實在可以10萬幾多，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咪嗰度好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首當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縣消防局特種搜救梯隊嘅分隊長文瓊木，佢同我哋分享過，中午我行到一條特種搜救梯隊嘅路，我想請問一下吼，像這個參加我哋特種搜救梯隊按多年了嘛吼，像這個有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目前應該就屬於台南維冠大樓地震那一件啊，因為地震災害雖然台灣很容易有地震，可是地震倒塌，畢竟就是從921之後，其實最近的就是台南維冠。其實這件太樓這件事情啊，應該講南部人其實印象最深，做嘛呀？因為我記得其實差不多過年嘞，好過年的時間，好到聽人講，以這發生的時間，其實對我哋屏東人來講，雖然講聽我哋離台南嘛有40公里，但是其實喺我哋最近的一個演示，聽人講。伊迄個鬼太了，全部被拿來。可是我在第一次在電視看到的時候，就我講，叫人話救喏，佢其實人去嘅話，人去負責去探索那一部分我們那時候到的時候，就像主持人講的哦，其實我們當下看到，其實也是有點，就我們講白話，就有點傻眼了。就天哪，這個東西那麼大，倒下來的話，到底穿不進去？那當然開始救援就要緊湊的接上。那當開始救援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深入，然後發現其實裡面還是會有很多空間，只是空間可能很狹小，空間道路上不是很好走。像我們要開始進入平台的時候，我們必須先爬樓梯，爬好幾層樓，就沿着牆壁外面爬上去之後，才可以在上面做平面的一個搜索。因為畢竟樓房已經整個是直的
躺下来，所以我们是爬上去之后，在它的侧壁上面这样行走。对，那因为那一件，我们后来就找到一个李先生，那一件我们处理了好久，我们处理了整整24个小时，完全没有合眼，所以那一场那个事件对来讲，就是印象是特别的深刻了。唔讲处理嘅李先生你讲，伊面前都人呢，但是嘅人多睇伊啲，唔通都也上瘾，但是唔可能嘛，暂时救唔到。可是我那边有个把压在前面的嗰种障碍全部清开，系咪？他那个一开始只有听到声音，可是他那时候只有讲他的名字。那其实我们进去的那一层楼听得到声音，不代表就是在那个空间里面。那当然中间我们就是用了很多方法，譬如说我们开始询问他啦，那问他的名字啦，问他家里有没有养狗啦，甚至我们可以从现场的一些信用卡的账单啊，那电话费的账单，然后去核对他的名字，看看是不是他的家人或者他自己本人。那问完之后发现原来他不在这一楼里面。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在5楼，那他的部分好像是在6楼。所以我们是从5楼，然后打穿了一面墙，然后进到6楼。进到6楼的时候，因为他的对谈中，其实那是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已经有点精神上就是已经有点可能被埋了太久，有点神智上有点不是很清楚了啦。他那时候跟我们讲说，他可以走，他有看到光，他可以走过来，所以我们都觉得哇，他应该离我们很近。后来我们找了好久，然后困在哪边之后，我们从他的浴室打通之后，然后再经由那个空气管，然后跑到他的旁边。那最后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当我发现到他的时候，确定他是被困在楼板跟床铺中间的那个棉被层中间。那他也就全身整个脸都是被埋住的，是我们把他挖开之后才看到他的脸。那我看到他的第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说他神经已经错乱了？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他第一句跟我讲说：“大哥，那个旁边有冰箱啊，冰箱里面有饮料，你自己去拿来喝啊。”他说我自己已经有一杯饮料可以喝了。我才说原来我刚刚跟他都是在讲一些不是很确实的话啦，就是譬如他说他看到光啊，他看到草啦，当然这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他。那找到他之后，然后因为他的脚又被夹住，人又没有办法很立即的脱困，所以就整整耗了24个小时。所以一部分有幾個問題，我感覺到唔睇講我發現到問題講，譬如講，做乜係按每人，譬如講我確定身份啦，譬如講同我講有個信用卡賬單啦，做乜係確定身份一件事情咯，唔係談到上嘢都可以叫我做乜係先確定身份呀？因為在一個空間裡面，一個人發出聲音因為其實我們要打破一道牆，是要花很多時間的，而且畢竟它就是一個倒塌的建築物，所以你有可能打通這個牆的當下，有可能上面的破損的一些樓板啊、梁柱會整個垮下來，會讓我們的生命受到立即的危害。那所以我們會問清楚，然後盡量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去做一直去打牆壁這件事情，因為在那種狹小的空間裡面要去打一個牆壁，第一個空間中的環境的空氣是不好的，那空間也悶，通風不好，那樓層的結構性也會被你一直破壞。不像我們像在電動裡面在挖打地鼠一樣，那個可以這樣隨便亂挖都沒有所謂的坍塌的危險，所以在那個空間我們是需要時刻去注意的，而且要明確的判斷他的身份，才確定他的樓層。那經由樓層去明確的去算出，他的位置是在什麼地方，你才能用最短的時間去找到他。因為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佢談到健康，我以為講，佢等於講其實當時嘅嗰種現場同埋等，像譬如講我哋地方有天啊有電嘅啦，其實嘅現場其實冇乜個電嘅，也不會暗嘅。在那當下，原則上現場就是停水也停電了。那因為樓倒了之後，大樓本身就沒電，那我們所有的作業都是靠我們自己本身的頭燈。那當然，後來陸陸續續開始有一些發電機運來啦，一些
一些现场作业的照明灯，那原则上那也是仅局限于就是在户外的时候，至少我们出了洞口，外面是亮的，我们走路的时候比较安全。那底部那空气好吗？空气不好，其实那时候我们当然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戴口罩。那在自那之前，其实大家是不戴口罩，可是我们在里面作业，我们是要戴着 N95的口罩，因为它太多我们在小空间里面去，就是敲一些水泥墙啊，它太多那种粉尘会让你全身不是，会让你呼吸有点困难。对。可是有戴过 N95 口罩的人嘛？其实 N95 口罩戴下去吼，摸不出来可以本来能过滤过几多欧洲的空气，但是相对的其实嘛可以摸透气呢。对，所以戴到最后，其实我们有些人都受不了，就把口罩整个又拉下来了。那最后就那种心里的想法，就觉得反正我就跟你拼了啦，就这样子了哈。然后身体之后就再看着办，差不多就是吸进一些矿物质，大家心里是这样想。因为头先你在讲的过程里边吼，发现到一件事情，你讲，因为你讲一开始一批的时间，第二个话，咧特殊事件太多，一种人迄天啊的事件发生以后，我哋讲黄金的时间，好，黄金时代、T 时间去救啊嘛，因为嗰时间有的人可能看下以为有我哋讲以为有生存的机会。好，但是伊可能睇啲夹不睇啲最困难的地方，或者踢太多，你的数据太多，都踢等一批嘅人。但是同时嘅时间，现场嘛应该蛮规模一下的，因为可能话有余震啊，好唔好？他的那一场的余震，相对比较少，可是今天不管是地震啊，还是说一些其他的灾害事故，那其实消防人去救的地方，其实一定相对就是会比较危险的啦。那你说会没有危险吗？那是不可能，因为如果这个地方100%就是安全的，那个人就自己走出来就好了，他就可以存活下来，他怎么会失去生命？他一定就是发生了意外，然后惨遭了一些危害之后，他才会被受困那个地方。那消防人员其实，消防人员虽然我们都说消防人员就是要把安全摆在第一，可是其实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原则是不需要消防人员的。消防人员要做的就是在自己要衡量自己的能力跟安全评估之下，总是会需要冒那一点点的风险去拯救那个生命。刚你开始怎么讲啊？那个时候很像笨笨的，那时候其实真的就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反正我就觉得我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就是一定要把你救出来。那当然事后我们会发现，哇，这里的空间真的好危险。就是当我们当下那种肾上激素整个下降下来之后，觉得说，哇，天啊，真的好危险。譬如说，我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们要先下楼梯进到很深的地方，然后经过一个洞口，那个洞口大概三角形。那我们这样长时间的这样救援之后，等到最后我们开始做最后的就是人员找到之后，确定就是交班之后，我们要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突然发现，哇，那个洞口变得好小哦。我们当时想说，天哪，如果那时候真的是老天有帮忙了哈，那没有来太多的余震，要不然说不定余震大一点一来，那个洞口一封起来，那当下我跟我几个同事，我们就几个家庭大概就在里面困住了，就变我们反而是受困者的。可是这道东西，如果真的我能讲，事情过以后哪去讲呢？哈，当下就觉得救人就是为重了，那真的会把自己的生死就是置之度外这样子。那可是当然事后我们也是要检讨，因为毕竟当然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一点，当然可能就比较有憧憬。那当然久了啊，发现一些危险啊，甚至一些看到其他县市的同学啦，还是一样是消防的弟兄，他们遇到了一些危害，我们就开始思考说，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更安全的方式，再把自己的安全再放在一个更好的地方，然后来去拯救这个灾害，这样会得到两全其美。可是其实讲，比如讲，真的要大帮有唔得安尼嘅，明明伫个咁危险的地方吼，但是嘛希望讲，即个可以去把佢到地方研究出来。希望其實嗰種無安尼人咧，反正都是等於拖一救，一邊救到機會嘛，也大啦。对，我们
消防人员真的就是在和时间去抢救生命啊。你能说和死神拔河，看这个人是拉来你这边还是被他拉走，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原则上我们会觉得说，我能救一个是一个，我能救2个就救2个，当然是救越多就越好。看到影片，我发现到讲，其实我们的特种的搜救人员，伊要面临到情形，其实唔免我们平常我面临到情形，同时伊嘛会面临到我们最危险的这种情形。休息下哦，我的做精彩故事马上过来哦。欢迎过来，福起来的上档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县消防局特种搜救队的총무团能讲，以让我去面对到我哋台南的一个太体桶发生的事情。我想请问一下吼，因为其实我哋讲山难嘛，係人附近的一个方面嘛，好，从人哋其实台湾几多山嘛，然后其实每年我睇实会有那种山难的一个发生。从你这个有印象会什么样山难？台湾目前因为大家都喜欢爬山，所以在疫情之前其实确实山难发生的频率真的是蛮高的。那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大概是有一件就是一个上山采药的一个男性啊，那因为他位处真的是比较偏山，在大木木山里面。那一趟的旅程，我们大概整个救援时间大概用的有5天4夜这么久。那为什么会时间久不是印象深刻？因为毕竟有些路就是远，所以一定会久。印象最深刻其实是有点就是错估自己的行走的时间，还有错估那个患者他行走的时间。因为我们走进去大概花2个小时，我们就觉得说，那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们当下就可以把他给救到我们的前进指挥所，我们的一个扎营的地方。所以当下我们就只有轻装，那也没有因为大家都很赶所以有些东西就没有带足，就觉得今天日落前就要把它带出来。那遇到他本人之后，他其实很单纯，他就是痛风，痛到不能走。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先搀扶，后来发现太慢，那就开始变成背他，大家轮流就是用背的把它背出来。可是那时候的季节，我有点忘记是什么季节，可是我记得太阳蛮快就下山了，而且我们可能又在背山面，就是背阳面了，就太阳会比较看不到。所以当开始路线不好的时候，因为我们当下就像我讲，可能就有点疏忽掉，就头灯也没有什么带到。那因为患者本身也没有头灯，大家灯线并没有很充足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考量就是以安全为优先，所以我们就就地扎营。那救援家人就是当下就是只有我跟我同学，我们2个人就是留在那边陪那个人，那还有一些山青的一些大哥。那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那一晚我真的冷到了，天在山里面又下雨，木材都湿了，所以我们生的因为又很冷，所以我们生了几堆火，就生起来的火全都是烟，所以我们一整晚很像在熏腊肉一样，这样被熏了一整晚，但又冷到背脊都发凉了，就起来，我当下那种状态就很像那个现在荒野求生21天这样，晚上有点飘着细雨，然后整晚上都是烟，你就觉得你一直处在烟雾飘渺中这样子，然后你也不能说他觉得难受，然后你要离那个火很近，所以晚上我好冷到最后我是这样子靠在火堆那边这样子取火，然后觉得好温暖然后我就睡着了，然后可能过了10分钟觉得就被烫醒，说好烫然后我又醒来了，我就这样子醒来又睡，醒来又睡，就这样子到了天亮。那天亮之后，因为就马上用无线电回报，然后就赶快请直升机来救援。那一趟哇，直升机的那个飞官也真的是那种空军总队的飞官，也是技术非常好。那当然他顺利就吊挂完成了。所以吊完成之后，后面传来的指令就是说，下面会有直升机要来载我们。那要我们就是限时多久？就是大概1个小时后，就是直升机就要起飞了，你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赶出来。所以我跟同学说，哇，整晚都没有睡
想说回去的时候就慢慢走就好了，就哪知道因为这个命令，所以我们就开始沿路一直跑，跑到那边的时候，整个山的气候又变了，云雾都来了，飞机又不来了。我说天哪，那我们到底在干嘛？从昨天晚上的事前准备没有到那么好，然后便熏了一整晚，然后又冷，然后又冷又熏，然后到了早上，然后又要这样子为了某些事情这样子一直跑来跑去，然后就觉得哇，自己真的好累，然后整个路程又很远。可是你讲其实佢本來係一個幾簡單的一個事情，哈，其實冇日上差唔多2點鐘嘛，哈，路都輕鬆人的，但是冇想到出來的時間，因為嗰啲山呢變化幾多，好在山地部，你即個唔係講啊，今日日上的時間，日頭幾太，啲山地部路翻的，其實你山的走程的安排其實完全冇同樣的一種情形，啊，同時又讀到那種温度過大，好，風又腳唔放落的時候，其實真是，可能一般的人的話，可能會容易那講失溫啊，冇路發生的事情。可像咱的安尼情形的話，等於講人的需求太多，訓練地步，可能要愛山訓愛吧，好，因為人山方的一種需求一體蠻大嘛。可是像一般的山訓的話，我訓練都用的一種長度啊。譬如講，像我的有的我認為一些習題的有安來訓練嗎？我們的訓練原則上我們會有一些科目了，比如說叢林的穿越啊，因為畢竟我們有時候去的路線並不是一般的既有的道路，就是要穿越叢林。那穿越叢林的話，可能就會需要一些特殊的技巧，你要判別一些方位啊。你要能定向的導航啊，那當然就是還有一些就是如何用一些小火星啊，就是把火堆升起來啦。那如何要在山上煮飯啊，還是煮一些東西吃啊？那如何判斷哪邊會有水，可能會有水的，那如何取水？那當然就這樣子。那當然就是山域最重的還是就是基本的體力啦，就是你畢竟還是要背一些重的裝備才能在山上穿梭這樣子。那當然還有一些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些技能這樣子。有可能咧野外求生的一個技能提給片，就等於講這個一定要在山上的時間，係咪可以至少把這個救到？對，冇耽誤到別人。對，至少自己要不要讓自己變成被救的那一個啦。對。講到健康吼，我發現到講其實人的工作係行的人家要救咱的體現，個種樣的工作嘅現場其實當時嘛係關門一下咩？好，那一般來講的話，種人要不要工作有年齡的限制嗎？目前我們特搜大隊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說，你幾歲了你就一定要離開。可是我相信每個特搜隊的成員，我們內心都知道，自己不要變成這個團隊的絆腳石。所以在我們，你說年紀大，可是相對的，經驗是老道的。那年紀輕體力好，可是相對經驗是少的。那團隊中就是需要有經驗足夠，那也要有體力好的，可以退在幕後當指揮，然後當策略、當計劃。那也需要有前面的年輕小子負責，就是貢獻他們的體力，還有他們的那些爆發力。那所以，我們雖然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年齡限制，可是就是當我們自己覺得，自己心裡有個默契，就是當我們今天覺得在這地方可能不適合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會開始請調到一般的消防隊，不需要去應付這種瞬間可能會需要非常大的體力，甚至說有些時候是真的是高壓，對高壓的狀況啊，大概會這樣。講到高壓，一件事情我都想講，看人今日，譬如講今日推薦一批嘅，跟心理素質、心理層面的嗰種培養。平常按樣去面對，按樣去訓練哦。因為平常你說要訓練這種高壓，有時候畢竟現實狀況跟實際在訓練還是會有點落差。所以有時候我們訓練的時候會讓你完全都看不到啦，然後讓你做一些比較困難的動作。可是大家都知道，其實這都是在安全的環境之下訓練的。可是現實的狀況其實是連指揮官自己都沒有辦法去掌控。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情，所以原則上我們只能讓我們
想法，就是看到国外啦，甚至说看到国内一些比较特殊的灾害，我们想说，如果今天我们遇到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做？那就是在队上大家想出一个策略，想出一个默契，一个方法，然后就是来做一个实际的操作跟模拟，觉得这样可行，这样可以减少让我们就是付出的力气是最少的，那更聪明的、更有技巧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大概是这样子。从人民被完成任务的时间，你很多人太对所有的队员去完成嘛，佢等于讲，你还主动影响，嘛还他个人去面对。它变成讲，太对队员的感情应该归好吧？对，它是很好的。那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原则上你说一个团队里面完全没有意见的分歧，那是不可能。可是我觉得有意见大家就讲，所以我们讲话蛮直来直往的，所以。有时候说伤人，可是有时候直一点，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不用大家在那边互相猜想。那所以团来团一啦。所以我们有时候当然放假啦、上班啦，都会想一些好玩的事情，大家来玩啦。甚至放假的时候，大家会去外面聚一下，就是再增加一下彼此的情感这样子。所以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有讲龙叔总把我调过来屏东，伊米个你要听一台嘛哈，人家有多少声音呢？我现在总共3个，有3个声音呢。咁你要加的对你从事安慰什么工作有乜个想法吗？当然，他觉得这个工作有时候他会担心，他会比较危险。那当然，毕竟这就是我的工作了。那他嫁给我之前，他就知道我就这个工作，他或许也要就是很坚强的去面对它，就是我就是从事消防人员这种工作，原则上他一定是支持的啊，如果不支持也是在心里讲的，对，因为我有他的支持，才能让我在工作上能更无后顾之忧的一个前进。对，嗰陣間其實我哋現場都有唔得到嘅獎牌嘛，好，你係咪要同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而係獎牌係用嘅獎牌啊？這個是我在105年就是榮獲一個鳳凰獎的一個楷模啦。那它大概就是表彰，你這5年來你的一些處理的一些案件啊、事蹟啊，都是覺得都是可圈可點的。那就是給你一個榮譽的象徵。那對，當然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啦。那也讓家人都覺得都是蠻光榮的。有一句話講，因為我們可以過得一個歲月靜好的生活，是因為前面有人負重前行。我相信看下今日嘅節目，我哋都會提供，因為我哋今日好按好成法，因為有幾多關門險嘅事情，都有你可能做嘅。今日感謝我哋全部人喺香港同我分享安東洋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咱欣賞來運動運動哦。